花庆珠，你以为管我三煞就我多掠着我爸同志？当初我是故意诈败。你入来我地府，就是要来查内幕的。无错，可惜，互你迄个痴情又搁戆的邱某兰，甲你迫害，对无？对，若毋是公主，恁想要掠我，敢就遐尼真容易？哼，算你好高明。花庆珠，更加想袂到，我已经死，佫会出现伫你面头前。哼，迄是我的使用人阿文，伊违背我，才会救你的性命。伊已经死了。你即马是想要对我怎样？跟我行，要去倒位？来去京城认罪。原来你是小王爷吼！哈哈哈！你已经知影伤慢了，也袂慢嘞，因为你无我确实的罪证。花庆珠，我知影你是受人指使，只是一个假日而已。我劝你及早回头，将到幕后主持者甲我讲出来，我照方向了你免死。哈哈哈！结果，我就是主持人，无人指使我。你若是想要害我，你就动手嘛！花庆珠，你到这个时阵，还未悔过。哼！伫我知影你无死的时阵，我就已经有讲哦，我会死在你的手头。我偏偏无要你死，走！出去！你吞了！我已经将毒药给吞了啊！你安怎？我已经输啊，但是你也无赢。你无法度我救我，但是你也免想要伫我的口中得掉半个的。哎呦！是你救伊的人，伊爱我死。阿娘，只要你应该知影，为着你救阿文爸救伊，伊才会害我死。这都是你害我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为着全家人，为着大事，我有几落摆想要将你治治，但不过我做袂落手，阿娘。想袂到我会为你而死，这就是我花庆珠心不够雄，不够大，说得来。
换庆珠已经死，所入到手中的白衣童子的证据，已经也无路了。你可以放心，按照我的计划去进行。杨过小姐伊。猪路园虽然这个死查某鬼啊，也搁伫咧爱着伊童子，但是伊的老母已经死，可能伊也爱甲，所以对咱的工作上也无啥物阻碍才对。你一定爱带伊去到京城，交予潘太师。是。最后，猪路园就是你的妻子，早伊也走袂去。公主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找白衣童子。你也毋知影伊伫什么所在，你要去倒位找伊？杨过，我实在无法度通踮这搁再大落去。你毋免着急，该来的时阵，伊自然会来找你。继续，搁踮咧舍下待咧等。已经遮尔啊济工啊，伊哪会拢？好消息！好消息！好消息！嘿嘿嘿，报告好消息！吴部长，是什么代志？花公主死啊！花公主死，是怎样死？是毋是白衣童子突然间开始？这我无啥清楚咧。伊若安尼，你是安怎样会知影这个代志？猪有死人，我当然知影。而且花公主因查某囝哦，搁互迄个什么牛北阳，互伊带去什么京城要投靠潘太师呢？即马猪有哦，连到一个人嘛无。假使若是白衣童子出现杀死潘庆珠，杨北阳是绝对难逃一死。这到底是安怎？吴总监，二位好个，请坐。唔免啦，阮是要来带公主倒转衙馆。莫非小王爷伫衙馆？阮是奉着小王爷的命令，要来带公主去衙馆。
做，他恁就用个放心咯。原来小王爷就是住咧衙馆内面，无意思咯。前几天我要离开客栈，连我讲一声都无，害我这个高部长啊，饿倒饿几啊天咧。嘿嘿，即摆刚好啊吼，一定要来找伊。我最近来见小王爷，绝对要甲伊食一顿啊粗饱。高部长，也毋过小王爷无交代要带你去。无啦，伊就是毋知影我一只仔，才会无交代啊。无要紧啦，我著缀恁来去啊，伊袂怪恁啦。袂用诶，衙馆你免来咱随便去诶。对，公主，请。魏先生，这几天互你真多谢。客气，公主，请保重。我有寿喜。无啦，要紧就等我，我嘛要来找小王爷，等我。嘿嘿如果大哥，免艰苦，将伊放回去。大哥，并伊当初感谢是就是小王爷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阁唔相信？自从白衣当主诈败避去，地位随身的护卫，收店的知府的附近，也阁有你要进入知府，因来阻止你，以及传说白衣当主已经死，因两个护卫到处着急要找尸体，才会顶顶的情形，会用个证明讲伊就是小王爷。你莫搁再存有怀疑的心理，听兄的话，将伊放回去。就算讲伊还搁伫咧爱，恁两个人最后也是无结果，你也死了的。大哥，莫讲，你莫搁讲啊！路过，是阿兄去找伊来，两辜负卫兄一番的好意，大哥，你已经死，
忠兄为父，你的年纪也未少，兄袂用无担心你的终身大事。燕长春，这是你最可靠的对手。慢姐，我不应该叫了找恁夫妻。我甲燕长春也未成夫妻。那安尼迄一天，迄一天拜堂，若毋是因为你来出现，我甲陆月早就已经成夫妻啊！陆月，谁叫你到处留情？你是伫咧讲花强子的查某囝？也阁有邱无兰。你误会，这两人我无可能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是你。我无资格通配，就花强子的查某囝，佮公主才有资格通我匹配。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是潘太师的查某孙，一个是伊放的公主，因两个身份，才互我都同我匹配一个高高在上的小王爷。第一动主就是小王爷，毋是，我毋是小王爷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如果你若是有爱陆月，你就无应该做出互伊伤心的代志。无，这是场的误会。误会也好，现在陆月已经答应要跟我成亲啊！陆月，这是真实的事。陆月，你甲伊讲，陆月，我伫咧等你回答。陆月，你
就甲伊讲啊。如果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梅俊生，你即摆是伫乱叫什么？满者满不实，色者不可无。话是对邱某人的口中讲出来，敢讲也会是假实？邱某人的话可以相信吗？敢讲伊会是空穴来风啊？邱某人实在也真讲，我是讲过句的方言伫咧骗，目的是爱伊甲小王爷回家，竟然想袂到伊将这个代志当作是真实。不管你是伫咧骗邱某人也好，我还阁要求你将我的小妹放袂去。梅俊生，若安尼讲落我，甲伊宴中村这阵的婚事，就是你这个大哥促成了。促成是无，不过我这个做大兄的人，只是赞成而已。你为什么要来做？互你家己的小妹痛苦咧？要会痛苦一世人，不如就互伊暂时痛苦。你即马讲的话，我听袂晓你的意思。敢讲一个皇亲国戚，会用咧娶一个平民为妻室？梅俊生，我无想要搁听你做任何的解释，只求你成全，落我甲燕中村。